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0月1日星期三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16個電車站星期日暫停服務；航空公司員工或者罷工；星期五起強風大雨。曼城 Metrolink 今個星期日將會進行大型工程，16個電車站將會暫停服務。受影響嘅包括 Ashton Line 由 Ashton Under Line 至 Etihad Campus， 以及 Bury Line 由 Bury 至 Crumpsall 沿線所有車站將關閉。當局會提供接駁巴士來往各個車站，但 Etihad Campus 例外。工程屬於路軌維修及改善工程，預計星期一全面恢復服務。曼城機場或者面臨旅遊高峰期混亂。當地航空公司愛爾蘭航空員工正就薪酬問題進行罷工投票，涉及大約130名員工，包括登機櫃台同埋機艙服務人員。工會表示，雖然公司提出2年加薪1成2，但係基層薪金過低，員工仍然難以應付生活開支。投票將會喺10月13號截止，如獲通過，行動可能同10月學校假期重疊，影響乘客出行。曼城今年聖誕會迎嚟一個全新巨型聖誕老人。市議會確認新 Santa 嚟自大家熟悉嘅 Sippy 家族，會安放喺市中央圖書館頂，直到市政廳翻新完成。Albert Square 亦都會自2019年以嚟首次重新舉辦聖誕市集同摩天輪，成為有史以嚟最大型嘅聖誕慶典。市議會同時宣布展開 Pride in Manchester 活動，舉行社區嘉年華同頒獎禮，表揚市內每個地區嘅人物同故事。仲有大約12星期就到聖誕節，馬莎已經推出新系列聖誕裝飾，當中有一款 Ceramic Light Up Present Decoration， 定價15英鎊。但係新會員透過現金回贈平台 Top Cashback 購買，可以獲得15英鎊獎金，即係等於免費。裝飾採用禮物造型設計，內置電池可以隨意擺放，為家中增添節日氣氛。不過優惠限時，現有會員雖然冇迎新獎金，但係仍然可以享有現金回贈。大家仲可以透過我提供嘅 QR Code 加入新會員，額外賺取20英鎊獎勵。曼城博物館將會喺10月推出全新恐龍展覽三角龍覓食漫遊重現，展出罕見嘅化石化三角龍頭骨。展覽免費入場，由10月25日至出年2月22日舉行。除咗展示1.9米長嘅頭骨，現場仲有互動體驗，例如觸控複製品同化石挖掘活動，適合一家大小參與。策展人表示，希望透過展覽唔單止吸引小朋友，亦都重新燃起成年人對恐龍嘅興趣。英國氣象局證實，本季第一個被命名嘅風暴 Amy 將會喺今個星期末登陸。風暴預料喺星期5至到星期6帶嚟強風及暴雨，部分北部同埋西部地區風速可高達每小時80英里。當局已經發出黃色強風警告，涵蓋蘇格蘭、西北英格蘭、威爾斯同埋北愛爾蘭等地。但曼徹斯特雖未列入警告範圍，但係星期5下晝起亦都會出現強陣風同數個鐘頭大雨，市民需注意出行安全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。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，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